我同大家講呢本書叫做《史多葛致富之道》，作者咧達瑞斯·弗魯，佢係一位咧專注於自我成長同埋個人理財領域嘅創業家，同時咧都係活躍於唔同嘅 podcast 啊、唔同嘅 blog 啊呢啲社交媒體嘅平台啦。咁佢畢業於咧荷蘭格羅寧根大學，擁有商業學士學位同埋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並且咧曾經咧喺荷蘭國際集團裏面咧擔任共同基金顧問。咁弗魯嘅寫作主題咧聚焦於生產力啦、史多葛主義啦，同埋創造財富。風格咧就係實用性同埋哲學深度見長嘅。佢擅長於歷史案例同埋名人故事融入文字裏面，減少咧去用一啲複雜嘅金融術語，令到大家咧睇落去咧會更加容易明白嘅。咁呢本書咧就係作者將呢個史多葛哲學應用喺現代嘅投資理財集大成之作。靈感咧係源自於佢早年咧喺股市裏面咧蝕到好金嘅教訓。佢用咧自身經驗咧去基礎，結合唔同嘅哲學家嘅智慧咧，打造出一套簡單實用嘅致富指南。咁喺而家資訊好泛濫嘅時代咧，我哋人咧都係因為情緒化決策或者追逐短期熱潮咧而損失慘重嘅。我哋就忽略咗心態所扮演嘅關鍵作用。呢本書嘅核心理念咧就係專注於可控嘅事，接受不可控嘅結局。咁呢個唔單止咧係一套單純嘅投資策略，更加係一部咧引導讀者喺混亂時代下面依然能夠好好生活嘅指南書。咁到底咩係史多葛主義呢？史多葛主義咧就係誕生於西元前3世紀嘅雅典。咁咧係一門強調理性啦、紀律啦同埋內在幸福感嘅哲學流派，可以幫助人咧喺一個紛亂嘅世界裏面活出從容同埋意義。咁史多葛主義嘅核心理念咧同重點咧咁分別就係以下幾點啦。美德就係幸福，美德咧就係唯一嘅善，幸福嘅根源就係在於品德，包括智慧啦、勇氣啦、正義啦同埋節制。內在勝於外在，衡量人生價值嘅標準唔在於財富同名聲等嘅外在事物，而係喺內在道德同埋品性。而中性看待外物，外在事物本身係冇好壞之分，關鍵就係在於我哋點樣去運用同埋回應。理性主導情緒，情緒咧係源於認知，痛苦就係嚟自我哋對呢件事情咧有一個錯誤嘅判斷。透過理性反思，避免被情緒支配，達到內心平靜，改變你嘅視覺。真正能夠令人感到痛苦嘅咧，往往唔係呢件事本身，而係我哋對呢件事嘅睇法。你要區分可控同不可控嘅因素，能夠掌控嘅就係自己嘅態度同行為，冇辦法掌控嘅就係天氣啦、其他人嘅選擇啦，或者市場走勢。咁因此咧，你更加應該係專注要掌控自己嘅態度同行為。你要預想最壞嘅情況，去降低咧對逆境嘅恐懼，並且練習接受命運就係不可控嘅。第三點咧就係活在當下，珍惜現在。生命係無常噶，係更加要專注於當下，避免為咗過去而後悔，同埋為未來而焦慮。提醒自己咧生命有限，鼓勵自己活出有意義嘅每一日。每日都要反思，檢視自己嘅行為係咪合乎美德，簡化生活，減少對外在事物嘅執着。咁喺史多葛主義嘅核心理念裏面呢，其中講咗一樣嘢叫做區分可以控制或者不可控制嘅事物。我哋能夠掌控嘅就係我哋嘅行為啦、信念啦同判斷，而我哋係冇辦法去左右外在嘅事物嘅，即係例如個市場嘅波動啦、其他人嘅諗法啦，或者時間流逝，甚至乎你做咗決定之後，最終可能帶嚟嘅結果。咁史多葛主義裏面有個代表人物叫做馬可奧里略，曾經講過啦，你可以控制你嘅思想，但你控制唔到外在嘅事件。明白呢一點咧，你就會揾到力量噶啦。真正影響我哋嘅，往往唔係呢件事本身，而係我哋點樣去回應面對事件所產生嘅情緒。
內在情緒同反應咧係我哋所能夠掌握嘅事物，至於外界點樣回應，就唔喺我哋所能夠掌控嘅範圍之中啦。以呢個醫師為例啊，佢醫師所做嘅醫療決策係深受一個保健嘅呢個規範影響。即係如果啲條件有啲唔同咗，或者個藥廠退出咗個市場，咁個醫生咧可能就需要調整病人嘅藥物處方同治療方案。咁可能咧就會遭到病人嘅批評啦，同唔了解啦。你一味抱怨咧，其實係無濟於事。咁士多葛主義提醒我哋咧，專注於自己能夠掌控嘅事情，思考跟住落嚟點樣應對。咁一嚟咧就唔單止可以迅速做出呢個調整，仲能夠咧避免因為情緒波動而影響醫療判斷，導致到做出咗錯誤嘅決策。我哋應該咧成日問自己一個問題嘅，就係呢件事咧係我哋能夠控制到啊，定係我唔能夠控制到呢？咁當我哋面對市場嘅劇烈波動，或者好多雜訊噪音嘅時候咧，我哋就要透過冷靜分析同埋情緒管理，去幫助我哋避免因為一時嘅恐懼同貪婪，做出咗錯誤嘅判斷。咁究竟士多葛學派係點樣看待金錢嘅呢？咁啊，因為咁聽翻咧，佢頭先講嗰啲重點咧，佢好似好淡薄名利喎，對金錢財富無欲無求喎。但事實咧就係相反，士多葛主義咧佢唔否定金錢嘅價值，而係強調咧財富係應該用喺建立更有意義嘅生活。財富本身咧就係道德中性，佢冇善惡之分，而價值取決於使用者嘅心態同行為。咁士多葛主義鼓勵咧符合道德嘅方式，積極追求財富。士多葛主義代表人物愛比克泰德曾經講過，如果能夠保持以誠實、守信同埋尊嚴嘅方式去賺錢，咁就盡力而為啦。但係如果為咗賺錢犧牲呢啲原則，其實毫無必要。財富嘅追求咧係必須以道德為基礎，否則再多金錢都係冇意義。咁另一位士多葛主義代表咧塞內卡同樣都表達咗相似嘅觀點。佢認為咧財富係可以為生活帶嚟便利，但係過度執着金錢咧就會導致焦慮同不滿。咁喺一本書叫做《論幸福生活》，咁呢個塞內卡咧佢寫咗財富嘅累積咧係需要幾十年細水長流，但係咧只要短短幾週或者幾個月咧，你就可以一筆清晒嘅啦。咁呢個體現咗咧士多葛主義裏面嘅負面視覺化，提醒投資者咧，你切預想你嘅財富損失嘅可能性，專注喺一個可控嘅態度同行為，而唔係啲不可控嘅結果。咁士多葛學派咧雖然鼓勵係要符合道德方式去追求財富，但係佢哋咧更加重視嘅係節制喺財富管理裏面嘅重要性。馬可奧尼略咧喺沉思錄裏面咧提醒自己，你需要嘅嘢咧其實比你想象中少嘅。過分追逐財富同埋沉溺喺物質享受，係會令人失去內心嘅平靜。真正嘅富足係在於心靈嘅滿足，而唔係無止境嘅物質累積。咁士多葛主義咧唔單止強調個人嘅品德，亦都同樣咧面對係重視呢個社會責任。如果能夠遵從正義原則，將財富用翻起同幫助他人同回饋社會咧，咁啊能夠賦予財富積極意義。士多葛學派嘅金錢觀好簡單咁整理俾大家聽下。第一，要遵從正義，財富咧要符合正義嘅方式使用，例如回饋社會或者幫助他人。財富咧係冇善惡之分嘅，佢嘅價值就係取決於你使用者嘅心態同埋行為。以理性去管理財富，避免過度追求或者恐懼損失，係保持內心平靜。財富係屬於不可控嘅外在事物，應該專注於可控嘅態度同埋行為，接受可能嘅損失。乜嘢係衡量金錢最好嘅方式呢？最好嘅方式咧就係擁有必要嘅金錢，更好嘅就係擁有恰到好處嘅金錢。佛老根據本身嘅經驗咧，同埋好多年研究呢個知名投資者，譬如巴菲特啊、查理蒙格啊等等等等嘅人咧，佢就發現咧，要累積財富往往係經歷3個關鍵嘅階段。第一階段就係投資自己，
與其追逐短暫嘅物質財富，不如專注於培養一技之長。專業技能咧，唔單止能夠為到社會創造價值，更加係一種咧能夠喺動盪而且充滿不定性嘅經濟環境裏面提供穩定嘅收入同自由。無論係面對市場波動定係個人挑戰，發展一技之長都係實現有意義人生嘅基礎。士多各學派咧相信咧，每一個人都係有與生俱來嘅天賦，順應本性就係實現美德生活嘅根本。揾到熱情同埋專長嘅交集，唔單止更有機會能夠令到個人得以脫穎而出，仲可以咧為社會帶嚟貢獻，從而獲得穩定嘅經濟回報。你想學習一技之長，就要向呢個領域裏面嘅表表者學習。愛比克泰德曾經講過，我哋必須要喺我哋能夠控制嘅事情上面努力，我哋必須要模仿嗰啲比我哋優秀嘅人，但必須要提醒，學習唔係麻木嘅模仿，而係將所學嘅內化。去到某一個時間點咧，就要停止追隨，開始發展自己獨特嘅風格同方法。史多葛主義咧強調咧盡力而為嘅態度。經濟回報屬於不可控嘅外在事物，我哋能夠掌控嘅就係努力嘅質量、表現嘅好壞同埋對社會嘅貢獻，而唔係一啲隨之而嚟嘅財富結果。咁史多葛主義咧，佢亦都好注重心靈健康，認為過度壓力咧會阻礙成長。人生咧係一場馬拉松，要確保自己能夠持續往前同埋持之以恆。長期穩定嘅努力係比短時間裏面頻繁嘅衝刺同休息之間切換咧更加有效。現代科技巨頭 Elon Musk 咧就係發展一技之長嘅典範。佢從小咧對科技同創新充滿熱情，12歲就通過自學程式設計開發咗並且出售一款遊戲，開啟咗佢嘅傳奇人生。佢嘅職業生涯咧都係對技術嘅熱愛，而唔係單純追求財富。呢份熱愛咧，亦都令佢最後發展咗 PayPal 啦、Tesla 啦同埋 SpaceX 嘅。咁為社會創造巨大價值，自然咧係帶俾佢不菲嘅財富。第二階段咧就係接受虧損。當我哋有一技之長，開始有收入之後咧，隨之而嚟往往就係害怕損失嘅心理。呢個係人之常情。咁亦都係因為呢份恐懼咧，令到好多人咧遲遲冇辦法踏出投資嘅第一步。史多葛主義認為咧，損失係人生同埋市場裏面必經嘅過程。與其嘗試迴避虧損結果徒勞無功，不如放低執着，學習同虧損共存，以理性駕馭情緒，接受不可控嘅市場波動。有女股神之稱嘅 Cathie Wood， 佢咧所創辦嘅方舟投資咧，係專注於高波動嘅創新科技領域。咁2016年嘅時候咧，佢創新主動型 ETF。佢嘅報酬咧係減2%嘅，即係負2%啦，遠遜於同時期嘅 S&P 500嘅12% 漲幅。咁但係咧 Cathie Wood 咧佢冇因為呢個短期嘅虧損咧個情緒受左右，並且依然咧係堅持佢可控嘅投資策略，專注於長期價值。咁去到2017年嘅時候咧，佢嘅呢個 ETF 佢嘅主動型 ETF 咧漲幅咧達到87%。2020年咧更加係創下超過152% 嘅驚人報酬率，亦都印證咗史多葛嘅智慧，專注於可控嘅行動，而唔係啲不可控嘅結果。為咗令到幫助呢個投資者從容面對虧損咧，史多葛致富之道呢本書提出咗3個方法。第一，隱藏情緒，保持理性，就算市場咧出現5至10% 嘅拉回，或者10至20% 嘅修正咧，亦都唔需要恐懼。話俾自己知道一切如常，呢個只係市場嘅常態，以理性看待短期下跌，堅守投資策略。第二，冷靜觀察市場啦，投資者嘅責任咧唔係預測市場趨勢，而係堅定執行策略。市場波動咧係唔會令你咧一無所有，投資亦都唔係生活嘅全部，所以咧練習客觀看待事物，冷靜客觀旁觀佢就得噶啦。適時咧要加碼投資，當市場下跌超過10%咧，如果財務狀況允許，可以考慮用一啲閒置嘅資金買入呢啲已經打折嘅資產，但係要小心，唔應該超過自己可以負擔嘅範圍。想要減少虧損可能性咧，呢本書提出咗3不原則：不投資不熟悉嘅領域。呢個都係一個經濟學之父約翰海恩斯曾經講過。
市場保持非理性嘅時間，比你保持償付能力嘅時間仲要耐。投資未知領域就會好容易因為無知而失敗嘅。咁譬如加密貨幣崩盤，好多人因為唔了解區塊鏈，所以血本無歸。咁亦都有個講法就係人係賺唔到認知以外嘅錢嘅。咁所謂嘅認知亦都係去翻第一階段啦。點解要投資自己？投資自己令到你嘅認知擴闊，咁你能夠賺到嘅錢就會擴闊，都係同樣道理。第二，唔好借錢投資，槓桿操作可能會帶嚟更高嘅收益，但係都造成更加不堪設想嘅損失。作為一個長期投資人，係要盡量避免槓桿，因為潛在獲利係冇辦法抵消風險。第三，唔好用日常嘅開銷嘅基金投資，長期投資係需要時間複利慢慢醖釀。如果你動用到生活資金，焦慮就可能會影響我哋做出不理性嘅判斷。喺歷史上去睇幾乎每一位成功嘅投資者都曾經經歷過虧損，但係呢啲虧損大多都係因為佢哋持續堅持自己嘅投資策略所造成。關鍵就係永遠唔好令到自己損失慘重，盡可能令到自己損失控制喺10% 以內，隨時係保持一個重返巔峰嘅機會。因此投資人可以做好兩手準備，持續學習投資領域嘅知識，盡可能了解自己投資項目。咁樣一嚟先能夠幫助我哋更加從容咁去應對任何嘅財務挑戰。第三階段，令到財富增長。當你有一筆小資金儲咗啦，就可以開始運用複利效應，要錢滾錢。唔好再單純咁只係付出透過時間去賺取金錢收入。累積財富嘅目的係為咗令到自己能夠喺一個以時間換取金錢嘅老鼠圈裏面逃脫，令到錢能夠為我哋工作。每一年微小嘅報酬逐漸累積，長期累積就能夠帶嚟驚人嘅成果。而今日嘅投資就係我哋能夠沉着面對明天嘅底氣。咁書裏面整理咗3種善用複利令到財富增長嘅方法。提升時間報酬率啦。時間係比金錢更珍貴嘅非再生資源，與其耗費大量精力追求高於市場平均2% 嘅報酬，不如採取被動投資策略，令到財富跟隨市場成長，同時仲可以保有時間去享受生活。第二，而家就開始投資。如果你想做一件有價值嘅事，即刻做。如果呢件事唔值得你費心，大膽捨棄。第三，降低投資成本。累積財富嘅過程裏面最大嘅絆腳石就係各種成本同埋管理費用，看似微不足道嘅1%，長久落去都會成為可觀嘅數目，蠶食咗我哋嘅報酬。咁喺累積財富嘅過程裏面我哋都會遭遇好多需要做出財務決策嘅時候。史多葛主義提出以下3種策略，幫助我哋提升抉擇嘅品質。第一，尋求純粹嘅判決。根據資料同埋事實做出純粹嘅判斷，排除主觀想法、情緒同埋自尊干擾。因為我哋嘅諗法可能係錯嘅，但係數據資料大多時候都係啱嘅。第二，唔好將個結果睇得太重，專注於做出明智嘅決定，而唔係過於執着嘅結果。如果明智決定係冇帶嚟理想嘅結果咁唔應該自責。第三，承認自己弱點。挑剔其他人嘅毛病好簡單，但係自省錯誤或者壞習慣我哋係經常會視而不見。所以承認自己唔係無所不知，保持謙卑，先能夠持續成長。一旦決定做一件事，就應該堅持到底，去當佢視為一種必須完成嘅責任，唔好去管其他人嘅言論，係唔應該影響你嘅。總括嚟講史多葛致富之道係一本融合古老哲學智慧同埋現代投資理財嘅指南書。作者係以平易近人嘅文字，將史多葛哲學融入投資理財，並且唔使用複雜嘅金融術語，透過個人故事啦同埋真實嘅案例，展現史多葛哲學心法點樣喺財富累積裏面扮演至關重要嘅角色。呢本書唔單止提供咗投資策略，更重要嘅係內在心法，引導我哋去學習以理性同從容嘅態度追求財富同自由嘅平衡。咁對於投資理財新手
可以遵從以下4種投資策略。第一，預先去預備一筆緊急嘅預備金，至少咧係能夠相當於你半年生活支出嘅資金，存放喺一個高利率儲蓄賬戶，總之係安全嘅賬戶啦，確保咧能夠應對未來臨時嘅變故。第二，喺淨收入嘅30% 開始投資，投資 S&P 500呢啲大盤指數基金，相當於直接投資整個股市。市場成長嘅時候，你嘅投資組合都會隨之增值而獲利。第三，避免資金過度分散，初期咧資金有限啊，唔需要配置過多嘅股票嘅，專注於投資大盤指數基金就得噶啦。仲有90比10嘅投資法則，將90% 嘅資金咧投入相對保守嘅資產，將10% 嘅資金配置喺中短期投機嘅項目，控制風險。要點一就係降低交易頻率，避免頻繁買賣，增加你嘅成本。第二點，設定10% 停損點，及時止損，保護本金。要點三，避免輕易攤平加碼，防止擴大損失。第四點，唔好追逐熱門嘅資產，遠離市場炒作。第五點，追求20% 報酬就得噶啦，唔好貪太過高嘅回報啊！史多葛主義嘅致富之道呢，佢係唔會令你一夜致富，但係能夠引領你穩健走向財富自由，同時呢係令到你內心平靜。喺呢條道路上面，你無需要分心理會市場上嘅紛擾雜訊或者社群媒體嘅嗰啲暴富傳奇，你只係需要始終專注喺自己可以控制嘅事情上面，包括學習一技之長、開始投資、保持心態，並且呢向住真正嘅終極目標自由前進。就由呢刻開始，立即行動啦！